自2024年8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为建造圣殿做准备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历代志上卷22章第19、19节。代笔讲，主上帝圣殿要起伫遮，以色列人要伫遮献烧化祭。代笔下令调集住伫以色列地的外国人，佮派因的拍照师傅去拍照，为着要起上帝的殿。代笔准备真侪铁做门线的铁钉佮门钮，佮准备一甲袂称直的铜。伊嘛有算袂了的片香茶，因为西顿人甲泰尼人载真侪片香茶予代笔。代笔想，我的囝所罗门还少年无经验，上主的圣殿着起真堂皇，互伊的名声荣耀透到万国。所以，我要为着即个殿准备。代笔就伫还未死以前，准备真侪材料。代笔叫伊的囝所罗门来，交代伊着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起圣殿。代笔甲所罗门讲：我的囝，我本来想要为上主我的上帝的名起圣殿，毋过上主甲我讲：你不时交战。杀死真侪人，流真侪人的血，你毋通为着我的名起圣殿，因为我有看到你流真侪人的血伫地呢。毋过你为生一个囝，我要互伊一生太平，无受四围对敌侵犯。伊的名要叫做所罗门。伫伊统治的时，我要互以色列国泰民安。伊要为着我的名起圣殿，伊要做我的囝，我要做伊的爸，我要建立伊的国权，互伊永远统治以色列。代笔阁讲，我的囝，愿上主甲你同在，互你顺利行通，照伊甲你应允的，起上主你的上帝的圣殿。愿上主赐你聪明智慧。遵趁上主你的上帝的律法来治理以色列。你若谨慎遵趁上主通过摩西教示以色列的规例甲命令，就会行通。你着坚强勇敢，毋通惊，毋通软。我辛辛苦苦为上主的殿准备金3400公吨，银34000公吨。一甲袂称直的铜甲铁，阁有石甲木材。这以外，你通阁加添。你嘛有真侪师傅，拍石的、涂水的、做木的，以及真侪熬用金、银、铜、铁做逐项工艺的师傅。你着起来开始做工，愿上主甲你同在。代笔阁命令以色列所有的官员帮赞伊的囝所罗门讲：上主恁的上帝减无甲恁同在，减无互恁国境平安。上主已经将即个地的子民交互我治理，这地甲子民嘛归顺上主甲伊的子民。但恁着全心全情找求上主恁的上帝。阁着起来去做主上帝的圣所，通将上主的约柜甲上帝圣的器具搬入奉上主的名要去做的圣殿。为建造圣殿做准备。这几年的武汉新冠肺炎疫情，毋但简单对人的健康带来威胁甲伤害，也改变人甲人的互动，造成世界的失序。
一位好友伫旅游业上班，受疫情影响，伊会带团工作，因为安尼大减。疫情第一年，伊简单会当营营踮厝内，当作休养休困。第二年，政府为帮助受疫情影响失业的劳工，推出安心即时上岗计划。好友因为参与符合公共利益的计时工作，得到工作津贴甲防疫津贴，通勉强度过经济寒冬。总是毋是所有人拢通安尼的幸运，有真侪旅游业者和服务业者，因为挡袂牢受逼休业，也是转业。对照规划中约瑟伫埃及做宰相的时，伫7个丰收年期间，努力积聚粮食，通好营运即将来到的7个饥荒年，可见做好准备是偌尔啊重要。台北一生会经历千回百转，少年的时做饲羊的牧者，互先知高抹做将来的王，后来为扫罗王弹琴，互伊安定心神，拍倒非利士大汉人歌利亚，诚侪扫罗王的竞赛，造就扫罗一度四界流亡，假笑假戇求生，直到登基做王。台北回顾一生最大的恩典，就是信靠上帝蒙福。不过，伊也捌因为私欲犯罪，受撒旦引诱，点算百姓，直到得罪上主。甲在伊及时悔改，得到赦免。因为安尼，特别想要为上主做家己会当做的代志，就是建造圣殿，希望会当一生带点上主的殿来仰望伊的荣美。但是上主无甲即个任务交互台北，所以台北退而求其次，为圣殿建造所需要的做足准备。台北吩咐伊的囝所罗门爱建造圣殿，佮吩咐以色列众首领爱齐心协助建造圣殿的工作，敢若会当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台北为着建造圣殿做好准备的态度，也诚侪咱侍奉的模样。现今哪来哪济教会重视门徒训练，毋单单是培育信徒军队主，也鼓励信徒服侍主，伫生活中见证主、荣耀主。重视门徒训练的教会，常常讲到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爱学习主耶稣的模样，伫每一遍服侍以前，拢先退到曠野祈祷。门徒训练是来自主耶稣的呼召，当人通过准备建造了后，愿意互主耶稣差遣，完成受呼召的使命。台北的性命拄好是安尼，对于受警调做君王迄一刻开始，伊一生无共的阶段，拢因为信靠上主就经历恩典，互伊乐意为圣殿的建造做准备，归荣耀伫上主。特别为建造圣殿做准备，毋是为着互上主抹除伊强取豪夺人下晡所犯的罪，也毋是为着暗砍伊点算百姓的内在骄傲，反倒当是伊深知所信靠的上主是守约、是慈爱的神。透过今仔日的经文，也互咱省思家己的属灵光景，是毋是有准备好家己成做圣洁，下主所用的圣神的殿，
准备行伊所欢喜但样的善事，是无？默想，我伫信仰上是毋是有做好准备，通好互上帝使用？我伫信仰上是毋是有做足准备，通好互上帝使用？咱来祈祷，上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伫面对生命的课题时，会当提早做准备，帮助我诚做乐意奉献，佮做好准备的人，互我的生命通用神益人，奉主的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